好啦，旅程結束，而家去機場。唉，啤啤佢先。而家喺重慶嘅機場嘅 VRP Lounge，幾有特色，調轉印嘅。呢邊係正牌，啊，呢邊正牌，嗰邊係翻版。終於有菜食啦！嚟咗咁多日，終於食第一啖菜啊！食沙律。聽埋講呢個免費套餐，豚骨豬肉拉麵，跟三契卡拉嘅。我一樣啦，同你。我攞紅你唔攞鰻魚？我呢個同威文哥一樣。上機啦，離開重慶啦，時間過得特別快，淨係隻腳點冤到傻啊！好快有泰國啦！泰國啊，收埋啲卡，收埋啲卡。唔知佢訂我都唔知發生咩事。好，出咗機場，而家搭大嶼山南的去嗰個叫做咩啊？新會東匯名店坊，東匯城東涌，又唔好搞錯啦。威文哥咧嚟香港逼巴士啊，未試過雙層啊，仲要緊要搭巴士，第一次坐我都係搭巴士，最緊要閘好個馬，唔係一西咗你出去。Citygate Outlet 好熱啊！你睇我老婆除衫就知啊。現時溫度80。先講56啊嘛。係啊，56啊，1號同56都得啊嘛。S1啦。快嘅拖車嘅好快啊！嗱，S1又得，S56又得，直接去到機場。呢度就係東匯城名店倉喺東涌啊！哇，咁有禮貌嘅你頂住晒。長期有禮貌，家教好。開始我老婆講開始話唔係好想行呢啲鋪頭，但係次次佢行得最多，跟住買嘢買得最多嘅就係佢，每次都係。俾咗錢佢仲攞佢嚟手。老婆嘅戰績啊！嚟睇下塊面先凍唔凍啊你？嚇打嚟咯，1分鐘前啫嘛，興哥我買嘢㗎。正日啊，我冇話啊。故地重遊香港，啱啱經過翠華。Full bottle，整杯咖啡先。呢度賣緊52蚊一杯，104蚊。正豆雲吞麵啊，我哋試下佢啲。瑤柱粽啊！我哋威文哥又遲到，從一而終啊！由開波第一日開始飲啤酒啊，飲到結束都仲係啊！嚟到香港啊，要試下啲香港情懷啦！奶茶。蝦子撈麵第一次啊！隔離個湯就係攞嚟撈啊！好食佢，真正嘅大蓉啊！大蓉細蓉啊，爭下啲雲吞 size 唔同啊！雲吞一定係放喺啲麵下邊嘅。攞開呢個，太大遮住嗰碟菜。因為點咗個靚啲啊！明知碟菜夠細啦，奶茶嗰杯太大遮住嗰碟菜。正豆麵盛惠576蚊4毫，加埋服務費㗎已經。你好啊，我哋喺香港搭巴士啊！我老婆話快啲記錄一下，我平時好少搭巴士嘅。最後一站買水，
十雞。係仲有買燒鵝先。哦，燒鵝啊！攞住隻燒鵝攞上飛機翅。應該呢一個先生，呢一個係應該咁樣嘅，係咯。個龜。個其實有個 description 嘅咯，可以影埋嘅咁樣。好啊，好啊。係隨便。我哋買㗎，153 gram 係嘛C3。呢個係牙米加藍山咖啡。1345蚊港紙一磅。啊，高級嘢，真係寫住高級㗎。你睇下隻惠城貓，又走入嚟呢度買蛋撻啊！等我出去錄個壓晒先。十字牛魚酥皮，酥皮好食啲嘅。